白扁豆，健脾祛濕第一豆。白扁豆最初唔係叫白扁豆㗎，喺南朝齊梁年間，陶弘景嘅《名醫別錄》第一次將佢記載落嚟，當時叫做扁豆，仲俾佢列為中品。別錄入面寫得好清楚，白扁豆嘅功效係和中下氣，簡單嚟講就係調理脾胃，令氣機順暢。到咗唐代，孟新嘅《食療本草》特別提到，久食頭不白，長期食白扁豆可以令頭髮烏黑，唔容易白頭髮。唐代《本草拾遺》話，民間開始喺籬笆旁邊種扁豆。陶弘景喺《本草經集注》仲話，人家種之於籬垣，其夾蒸食甚微，簡單蒸熟就已經好好味咯。北宋蘇仲嘅《本草圖經》對白扁豆嘅形態就有更詳細嘅描述啦。蔓延而上，大葉細花，花有紫白二色，夾生花下。仲要指出，黑扁豆性寒，白扁豆性溫，入藥要用白色嗰種。到咗唐代殷權嘅《藥性論》，開始明確用白扁豆呢個藥名，到宋代就成為正名啦。所以白扁豆呢個名係經過咗幾個朝代先正式確定落嚟㗎。到咗明代李時珍嘅《本草綱目》記載得更加仔細，只有黑、白、赤、斑四色。李時珍仲特別話，唯豆子粗圓而色白者可入藥。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硬殼白扁豆，其籽充實，白而微黃，其氣腥香，其性溫平，得扶中和，脾之谷也。入太陰氣分，通利三焦，能化清降濁，故專治中宮之病，消暑除濕而解毒也。其軟殼及黑着色者，其性微涼，但可攻食，亦調脾胃。清代的吳其進喺《植物名實圖考》就做咗個總結，白扁豆入藥用，如皆公疏，所以由魏晉到清朝，白扁豆嘅藥用地位一直冇變過。由古代典籍嘅一路記載，我哋可以睇到白扁豆健脾化濕嘅功效係經過歷代醫家反覆驗證嘅。佢唔單止係一味良藥，更加係我哋餐桌上嘅好食材。白扁豆，宋末元初，公叔小元閒中曰：白豆近花梨，萬草混相亞，荼蘼不自持。我雖方採菜，秋實證離離。幸若焚香在，平生見是遲。公叔呢首詩描述佢喺小園入面種藥，白扁豆就種喺花籬笆隔籬。秋天豆莢一串串成熟，雖然感嘆自己年紀大，但見到滿架豆香，都覺得好滿足。本草綱目，名李時珍。硬殼白扁豆，其籽充實，白而微黃，其氣腥香，其性溫平，得扶中和，脾之谷也。入太陰氣分，通利三焦，能化清降濁，故專治中宮之病，消暑除濕而解毒也。李時珍話白扁豆係脾之谷，性味溫平，能通利三焦，化清降濁，專治脾胃病，消暑除濕解毒。簡單講，健脾化濕，和中消暑，脾胃虛弱濕重最啱用。今日分享一道白扁豆淮山薏米瘦肉湯。材料：白扁豆20克，薏米20克，淮山、山藥30克，瘦肉250克，清水約1.5公升，鹽少許。揀白扁豆要記住眼觀、鼻聞、手摸嘅要訣。外形呈扁橢圓，表面淡黃白色，一側邊緣要有白微，呢個就係正貨啦。
先將白扁豆同薏米洗乾淨，用清水浸泡至少2個鐘，咁樣會更容易煮腍，營養亦更易釋放。瘦肉切成小塊，然後穿水備用。穿水嘅目的係去除肉入面嘅血水同雜質，煲出嚟嘅湯會更清澈清甜。瘦肉穿水嗰陣，見到水面浮起白色嘅泡沫就要撇走，煲出嚟嘅湯先至清澈。穿好水嘅瘦肉放入砂鍋，再加入浸泡好嘅白扁豆、薏米同淮山，倒入適量清水，水量要蓋過所有食材約2隻手指高。先開大火煲滾，然後轉細火慢煲1個半鐘，煲到所有材料軟爛入味。熄火前5分鐘加入少少鹽調味即可，唔好太早落鹽，會令肉質變韌。呢道湯健脾益氣，同時驅濕止帶，特別適合脾虛濕重嘅朋友，尤其是白帶過多嘅女性。但要記住，扁豆生用有毒，一定要充分加熱煮熟，每日乾品用量不宜超過50克。睇下呢鍋白扁豆淮山薏米瘦肉湯，健脾又驅濕，係4季適宜嘅養生佳品。同學仔未完㗎，繼續話你知。扁豆嘅種子其實有黑、白、赤、斑4種顏色㗎。最大嘅藥用區別，首先睇黑白。北宋《本草圖經》記載，白者溫而黑者少冷。白色嘅先入藥，性味微溫，專補脾胃。黑色扁豆又叫雀豆，藥性偏涼，主要用嚟食，唔當藥用。至於赤色扁豆呢，廣西民間會用嚟做清肝嘅藥，治理眼生翳膜。而有斑紋嘅扁豆，主要都係用嚟食嘅。李時珍喺《本草綱目》話得好清楚，唯豆子粗圓而色白者可入藥，即係話得白色扁豆先正式入藥，其他顏色嘅扁豆主要係用嚟食嘅。白扁豆全身都係寶。我哋逐樣嚟睇下，首先係白扁豆粒、扁豆衣、扁豆花。雖然3種都來自同一種植物，但功效各有側重。呢個係白扁豆。中醫招樹德喺《用藥心得10講》入面話，白扁豆健脾驅濕之力最大，生用消暑驅濕，炒用健脾養胃。扁豆衣呢，係白扁豆嘅乾燥種皮，功效類似白扁豆，但健脾扶正嘅力量就差啲。不過佢有好大一個優點，就係毫無壅滯之弊。根據招樹德嘅分析，扁豆衣清暑熱、利暑濕嘅能力比白扁豆仲要優秀，但健脾扶正就大不如白扁豆。扁豆花就係白扁豆嘅花，招樹德話佢解散暑邪之力大於扁豆。夏天暑濕重、發燒腹瀉或者女士濕濁帶下，用扁豆花就最啱，煎服用量5至10克就得啦。仲有扁豆葉，新鮮嘅扁豆葉可以驅暑解毒，嫩葉仲可以當菜食，如果外敷仲可以治瘡毒添。所以話白扁豆由葉、花、豆莢、種皮到果實，全部都可以入藥，真係全身都係寶。總結一下，白扁豆健脾驅濕最強，扁豆衣清暑熱、利暑濕但健脾力弱，扁豆花解散暑邪力量最大，係消暑妙品。3種各有妙用，學識區分先可以對症下藥。白扁豆全國好多地方都有種，但主要嘅道地產區係江蘇、河南、安徽呢幾個地方出產嘅白扁豆品質尤其好。
秋、冬二季採收成熟果實，曬乾取出種子再曬乾。2粒大、飽滿、色白者為佳。白扁豆嘅採收期係秋天到冬天，立冬前後採摘成熟豆莢最為適宜。現代醫學證實，白扁豆富含澱粉抑制劑、多糖同植物凝集素等成分。研究發現，高含量阿爾法澱粉抑制可特異性抑制小腸阿爾法澱粉，活性達 47.6%， 延緩葡萄糖吸收，仲可以增強細胞免疫，輔助抗腫瘤。白扁豆雖好，但都有禁忌㗎。本草求真話，多食怨滯，陰寒內盛者忌用。生扁豆有毒，要煮熟。患寒熱病及冷氣者不可食。痛風、尿酸過高、慎服。每日乾品莫超過50克。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。